有睇頭啊！可以留低我哋嘅光影隧道嘅中間。貓頭啲光影。歡迎乘搭港鐵遊歷過去、現在同未來。今日有個人教大家穿越時空，一齊由70年代嘅地下鐵路為你建造開始合作。出發啦！有港鐵一路開放同步發展，從前單調嘅生活都逐漸變得多姿多彩。你睇打卡位特別離港。每條路軌、每架列車都有輔助全港交通嘅音錄義務。唔單止聯繫社區，無論衣食住行定旅遊娛樂，都總有一個港鐵站喺做緊。我哋而家喺呢度，我陣間喺呢度成日有朋友出嚟玩啊嘛。快啲嚟，一齊打個卡先，咔嚓！水啊！啊係啊！好多玩咩啊？又麻死啊！又麻死！下一站係未來新鐵路嘅建造工程，而家全速進行中，有深入社區嘅屯門南延線、東涌線延線，又有前景無限嘅洪水橋站同小蠔灣站，有位處新發展中心嘅東鐵線古洞站，仲有規模最大、在北部都會區發展嘅北環線。香港未來有咁多新發展，真係令我人期待。光之旅已經結束，記住 follow 新鐵路發展，等我哋一齊今日起建好未來。好啦，我哋已經出㗎啦。好啦，你真係可以着翻衫喺古洞站過國影相嘅咁啊，記得。咁呢條片都會 keep 住播嘅。叫車啊！叫車。我哋網地嚟啦，係不過就算係一個咧，都係入得嘅。但係呢個咩原因分啲後面嘅影啊，可以歡迎乘搭港鐵遊樂過去現在同未來。今日由我人帶大家穿越時空。
如果係用個純嘅，大概就是。